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，恒春啊艺术相机，由小弟恒春啊为恁主持服务。即阵仔呢，咱的疫情有较严重。所以呢，就有人感觉政府做了无够好，啥物快筛剂真恶买啦，爱排队排足久啦，政策一直咧变啦，等等这个问题，对一开始中国武汉肺炎传到全世界，就是这种的批评指责就一直无停过。无喙炎的时批评无喙炎，无疫苗的时批评无疫苗，到打批评快筛剂报买。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人民批评政府的施政，真自然，嘛真正常。不过批评无要紧啦，千万唔通制造谣言，讲白贼，造成社会恐慌。我定定咧讲吼，家己支持的政党，家己监督，唔通互伊做了无好，失去民心，时到换你无介意的政党上台，安尼就无水啊！对着监督政府的批评，每一个人的标准拢无同。有的对某人，也是讲对某政党有成见。若做无好就骂，若做好咧，哇，这背后一定有啥物坏的，未用掠到的尔啦。这我想到国中的时有读到一课亡夫益民，亡夫益民啊。我先念华语，然后呢，搁念一遍台语。人有亡夫者，益其邻之子，视其行步，切夫也；颜色，切夫也；言语，切夫也；动作态度，无为而不切夫也。绝其骨而得其夫，他日复见其邻之子，动作态度无似切夫者。人有亡夫者，益其邻之子，视其行步，切夫也；颜色，切夫也；言语，切夫也；动作态度，无为而不切夫也。故其国而得其夫，他日又见其邻之子，动作态度无似切夫者。这是咧讲有一个人补头无去，怀疑是因厝边的囡仔偷客去，看伊行路就像咧偷客补头的人，看伊面色就像咧偷客补头的人，看伊讲话就像咧偷客补头的人，动作态度无一项无像是偷客补头的人。有一天呢，伫山谷咧做事的时，去捡到伊的补头，日后看到伊厝边的囡仔。动作态度看起来无像是偷去补头的人。这个故事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咧讲对某一个人，还是讲某一件代志有成见，安尼不管安怎做，还是讲安怎发展，拢无可能会满意的啦。这个故事你听完了，感觉如何呢？接下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第20几年前。下讲囡仔甲我讲的一个故事，我即马呢，甲这个故事加掺一寡料，拖平一下啊，增加故事的趣味性。古早，番薯食袂饱，土豆毋免炒。伫咱高雄的大肥湖，即马嘛有真侪人叫伊丁青湖啦。讲到即个大肥湖，内底有带着3只牛，牛爸、牛母啊，甲一只毋是牛仔囝啦，应该爱叫牛囝。
有一天呢，舅爸就讲着伊少年时去茶山，嘛有人讲寿山啦，看海景的代志。舅母啊，嘛伫边仔赞声讲：徛伫个大树边，对山骹看过去，遐景色真正美丽。舅囝因为一出事就拢住伫这个大庇湖，也毋捌出外，所以一直向着舅爸、舅母啊讨讲要去茶山佚佗。舅母啊讲：老的啊，咱嘛真久无做伙出去佚佗啊，也无就趁这个机会出来捞捞咧。好是好，但是爱款一寡食的物件，通去山顶食。款一寡会藏一个物件。啊对啦，咱炸罐头去山顶食。就安尼，一口罩3只龟，就慢慢啊向茶山行去。舅囝第一摆出外，欢喜甲，看到啥物拢感觉真神奇。阿母，你看，哦，这厝遮大间。阿爸，你紧看，哦，火车呢，足大只的火车呢。舅囝对着都市的五花杂色真有兴趣，所以东看西看，千真济时间，好不容易一口罩将伊也行到茶山的山顶咯。舅囝讲：阿爸，山顶的景致足水呢，哦，有大树，有海，还有大船入港呢。舅爸讲：我无骗你吼，这游园甲早前同款遐尼啊美丽，安尼嘛无枉费咱用3天的时间行到遮。舅囝讲：阿爸，我巴肚枵，我要食物件。舅爸讲：好，咱出门有早要来山顶食的罐头。舅母也讲：啊，嗨咯，我袂记你炸开罐头的开啊，这下要安怎？舅爸对着舅囝讲：啊，也无你转去厝去开啊好无？阿爸阿母的年岁较有啊，行路慢，你囡仔脚行路快啊。舅囝讲：无爱啦，我若转去厝客开啊，恁会偷食罐头。舅爸讲：袂啦，阿爸无开啊，是要安怎偷食？舅母也讲：你乖，帮阿母转去厝客开啊，阿母一定等你来才食罐头。舅囝讲：袂当甲我骗哦。舅爸舅母也讲：袂啦。就安尼，舅囝就一步一步向山骹行去。经过3冬，舅母也讲：咱囝这个时阵也差不多已经到厝咯。搁经过3冬，舅爸讲：咱囝这个时阵也差不多要到山顶咯。但是搁经过1冬，也是无看到舅囝影子。舅爸讲：奇怪啊，前后也7冬啊，这个囡仔是安怎也未来？舅母也讲：较无好是路边看到啥物好耍的，时间才许前着啦。舅爸讲：也无，咱再搁等看卖呢。又搁过1冬，共款无消息。到第9冬的时，舅爸挡袂牢讲：莫等啊啦，咱先食啦。舅母也讲：咱毋是甲囡仔讲要等伊来才做伙食，而且咱嘛无罐头开啊。舅爸讲：用石头对我开就好啊啦，要无我强要咬死啊啦。舅母腹肚嘛真枵，所以就无搁讲啥咯。当舅爸摕石头对落去的时，舅囝对大树后壁走出来讲：哦，互我转着啊吼，我就知恁两个会偷食。节目也将近尾声咯，咱后一摆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